協成行堅持唔係淨係做業主，而係做租戶嘅合作伙伴啦，同佢哋協力成長。公司除咗物業發展項目之外啦，仲有住宅、工商廈同零售商鋪用嚟出售同收租。我哋與時並進，緊貼市場去打造切合需求嘅產品。例如當年政府推動活化工廈同藝術文化嘅時候，我哋即刻把握呢個機會啦，將黃竹坑一個工廈活化成創協坊 Genesis， 成為計劃首批成功嘅案例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團隊捕捉到市場，尤其是中小企初創嘅客戶啦，對一啲一站式即租即用嘅辦公室嘅需求，我哋研發咗 Office+ 呢個品牌啦，由最初10幾個單位啦，發展到而家4棟大廈嘅規模。我哋幫佢哋慳時間、慳成本，即租即用，等佢哋可以專注發展自己嘅業務。我哋最大嘅優勢啦，就係堅持為行多步，諗多啲，唔係傳統嘅業主，幫佢哋主動解決問題。例如之前幫一個初創瑜伽客啦，幫佢提前 set up 啦，令佢可以順利開張，仲幫佢做加密活動，加入啲企業客。Office+ 除咗地段靚啦，分佈喺港九核心嘅地區啦，非常近地鐵站，仲有唔同大細嘅間隔，滿足唔同嘅需求。相對傳統辦公室 ，Office+ 仲有幾個優勢嘅，例如即租即用啦，靈活租期，同埋可以使用我哋 The Collab 作為會議啦、培訓同埋其他用途嘅。我哋有啲客戶咧，有時有啲 urgent case 啊，急需要一啲短期嘅辦公室啦，我哋會安排喺大廈其他嘅單位俾佢哋用啦，真正體驗到我哋 Office+ 高彈性啦，同埋以客為先嘅精神。我哋將品牌價值 grow 融入喺我哋工作裏面，要用心全心全意幫助客戶，同佢哋建立真正嘅伙伴關係。